后来继续来看，美国已经连27天，逐天确诊的人数拢超过10万人，一寡大城市拢来实施着宵禁。另外，英国政府这几天都会批准随费药厂的疫苗。这个英国嘛是西方的国家头一个核准来使用疫苗的国家，上紧12月初7开始做。 疫情正惨，讲这世界医疗人员拢正辛苦。100,000 new cases every day since November 3rd. 美国疫情愈来愈严重，那洛杉矶连旧金山原来开始宵禁，一般的店头暗时10点以后就要关门嘛，禁止集会。不过在感恩节的时阵，有数百万的美国民众要出门佚佗，专家呼吁民众一定要做好防疫的准备。Get hang together as a country. And do these kinds of things to blunt these surges until we get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vaccinated. We can get through this. 不过，今晚有好消息传出来，英国政府宣布，上紧要在12月初7开始注射头一批的新冠病毒疫苗。根据报道，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开始合作的新冠病毒疫苗，第一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了后，已经证实，关达个95%拢有效，嘛无伤重大安全问题。 英国政府已经买了4000万剂，按算最近就会批准，要互养老院的老人甲工作人员先来住。